是国际同济会云林区斗六会举办着观册的活动，希望透过这个看册这个方式，培养着学生囡仔良好的品行。国际同济会云林区斗六会来到哪来各式观册活动，国家日本戏提奖回答的活动，用轻松的方式，让囡仔伫佚佗的过程对册内容有兴趣。他不但教给我们书啊，还有帮我们解说。因为我自己本来每天就有看书的习惯，然后这个活动还让阅读成为我最喜欢的休闲活动。这摆上的册是品德教育，学生会当透过阅读来培养好的品德。借证书这个活动，能够在书本里面阅读到许多做人处事的道理。阅读和品德教育伫偏乡较歹推动，希望社会各界做伙关心弱势学生的教育问题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